比如说这个方法跟技巧哈。那一般来讲，词汇呢有音译啊，就是它什么音啊，你就直接翻啊。比如说啊，台北，台北是日本话哈，台北，台北是闽南话啊。国中，国中是国语，金库，金库是日本话，银行啊，银行国语啊，这个是直接翻的哈，这个叫音译哈。啊，按照那个声音直接借用。呃，词义呢，就是说，比如说当公优善，当公优善，呃，品杰，当公优善，你知道这个单词吗？不知道。不知道。公优知道吗？嘴巴。啊，对，所以当公优善，所以你猜它是什么词？名词吗？对，是名词，对。但是我们现在都在用那个叫什么？是口罩吗？嗯，就是口罩。好啊，罩在嘴巴的，是不是啊？这个构词法应该是通哈，当公优善啊，应该是蛮多人用的哈。好，另外这个吉那马赖啊，巴厘定啊，那理论上这个好像有点怪哈。品杰知道怎么翻吗？是火车，飙车吗？啊，火车，谁说的？火车，淑贤吗？秀兰啊，说的。秀兰啊，秀兰，你先不要讲话哈，因为你先让年轻的说哈。好啊，吉拉马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火车了哈，吉拉马赖，吉拉马赖。当然理论上这个来讲哈，因为拉马的就是有火的嘛哈，啊有火的车，那理论上我们讲火车有很多种说法哈。那个品杰可能你要知道一下哈，吉拉马赖啊，吉拉马赖。如果说是马兰或恒春叫 gasoline，gasoline 是从那个 gasoline 啊那个汽油演变的哈，所以大概会有这几个单词哈。那很多都是可能是按照那个意思翻的啊。另外就是按照比如说这个 Hawi Kisan 啊，丁瓦啊，呃，丁瓦哈，理论上这个两个单词都叫电话哈，丁瓦。那我们现在讲手机，大概都用这个词哈。那因为英文的这个手机它不是手的意思哈，那中文呢，我觉得日本话比较好一点，它叫携带哈，携带电话啊，携带电话从这边接过来的哈，携带的电话哈。好，另外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第四个形意哈，拉的公路说话了，你来弄说话了哈，这个两个词，这个是个词组哈，可能应该有人都买了那个朱清英老师的书哈，朱清英老师的书他就用来了故哈，那可能有人不用这个来了故哈，可能用来哈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语法哈。就是说话这个语言的这个顺序语言的顺序，这个来呢说话了。那它的功能说的是什么？语言的结构框架，它应该是指框架，并不是这个顺序或者是结构。当然，它用结构也不是不行哈。好，这个就是翻译的方法哈。那第二个哈，就是说单句的翻译方法呢，呃，相对来讲，上面这个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简单的那如果是句子，那就比较麻烦哈。那因为句子里面的单词呢，每一个语言的这个句法结构不一样，还有词汇不是词法，句法有异哈。词法就是构词，构词的类型不太一样。像英文它有合成词我们阿美也没有合成词哈，所以我们只有词组哈。什么叫合成词？就是两个词合在一起，连在一起叫合成词哈。那中文非常普遍哈所以这个构词法会不一样哈。
那构词法不一样呢，那很多的词缀呢，在很多的语言并不是实际的词，哈。那我们都是应用在词缀里面，好，所以会很麻烦啊，所以有时候翻译会有一些误差，好，那所谓的增益法、减益法呢，我们后面大概会慢慢的去在翻译的时候会去说哈。那另外这个词类转换呢，也就是说各种语言它的词性有异啊，而我们阿美语呢，因为词性非常复杂，又加了词缀之后呢，因为它是一个词啊，并不是所谓的合成词，像中文哈，或者是英文，它的这个构词法是属于这种，所以我们呢，我们的词性反而很复杂啊，他们的词性比较容易分辨，但是我们阿美语还真的是非常难哈。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词缀非常丰富哈，那可能这个词附加什么就变动词，附加什么就变名词，附加什么变副词，之类的哈，就是词性有异哈。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呢，它的表达呢会是相反的哈。那另外还有这个顺势啊，顺着这个翻译，还有逆向的被动大概现在大概比较常见哈，被动态啊，被动态。那很多句子的翻译方法就是合成合句，就是把很长的句子合成一个句子把这个很长的句子分成很多子句，好，然后重新组合这个大概会是在长句里面会出现哈，我们可能这次我里面还有了哈，我后面还有讲到一些。另外就是规划跟异化的译法，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每种语言真的是不太一样啊。那因为文化认知文化跟认知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比如说我们讲美丽，我们美丽叫马嘎巴马嘎巴可是这个嘎巴真正的意思，嘎巴是青年青年年轻，它加个妈，它就变成美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跟文化。那汉族跟这个其他的民族呢不是汉族跟这个外国人呢非南岛民族可能南岛民族也不见得会一样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很多哈，所以翻译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种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哈，很快的带下去这个几个概念就好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哈，我这边又写了几个哈，那这个我们现在练习翻一下。杰，你翻一下学阿美语哈。那个苏贤，你翻一下要学阿美语。配音上线了吗？没有。约翰上线了吗？好像他们都还没上线。秀兰上线了吗？秀兰来。对对对。肯定将来一定要学会阿美语来。你们先翻一下看看。好。老师用打字的吗？还是用讲的？你用讲的也可以，你用讲的我马上打。很短嘛，那个秀兰的你用写的好了，你的比较长哈，你在那个上面写。品杰可以吗？Minanam to suarno bangsa。再说一遍。Minanam to suarno bangsa。Minanam to suarno bangsa。很好哈，就是这是非常简单的哈。来，那个苏贤，可以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好，不急。Nanaman to suarno bangsa。好，Nanaman。好，古苏啊。bangsa。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两个哈。第一个没有问题啊，Minanam to suarno bangsa，就是说学什么要说明学阿美语suarno bangsa。suarno bangsa 就是阿美语，suarno amis 都可以
那我称这个叫这个应该就是没有问题，这个叫及物动词哈。动词要说明做什么，哦，动作要说明做什么，那个就叫及物动词哈。这个比较简单哈。所以一般来讲，me 呢，me 一般 me 后面如果动作要说明的话，都会有 do 哈。好，那这个就我的认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都叫词组哈，词组，所以我们都没有主词在里面哈，没有哈。所以学阿美语，你拿那么多双人的帮助，没问题。好，那那个双人的帮助的话，它就是个句子了。阿美语要学。好，那个苏贤。哦，那我用binanam dosuanu bangsa。好 ，B 是不是啊？嗯 B 哈。好，这个问题基本上跟这个第一句哈，第一个哈，你那么多算的方差除了 me 改成 B 对不对？如果是 B 是应该学阿美语我的中文是要翻应该学阿美语，其实已经可以说是要学阿美语了哈，要学阿美语没有问题哈。那要学就是说它有一点是有一点是准备是吗？好，所以如果是我哈，会这样说哈，妈咪那不说绑架。好，当要学哈，要学哈，妈咪那么多说能绑架。学本身就是个动作了，它还有一个要哈，大家也可以强调。那其实 B 也是可以，但是 B 我会把它翻译成，也可以说请学阿美语哈。那个苏贤，你这个 B 那阿美语可以说请学阿美语。好，请学阿美语，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要学阿美语，请学阿美语，基本上表达是没有问题哈。好。这妈咪是将要对，因为是 minanam 就是要去学，对不对？学 minanam 就是去学，要去学，好，所以它有一个未来的这个概念哈。因为要去学有没有说现在学？没有哦，是不是？好，对，好，那个我看这个秀兰好了吗？好，秀兰，好。马正马米娜那么多说了，no帮助好。我还有第二季，我还有第二季。第二句，第二句没有错啊，马正，没有看到。马米娜那么多说完 no 帮助。对嘛哈。好，等一下哈，我把这个复制一下哈。不晓得对不对？我们不要那个客气哈。我看一下哈，等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给他这个复制一下好了。老师那个妈，我少写一个马认才对，我写么。好，没关系哈，没关系，我马上改哈。好，马胜哈。好，马上妈咪那么多说人的帮助，基本上妈咪那么多说人的帮助哈。现在就是说，马上好，你的翻译哈，就是说，这边哈，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哈？好，这边哈，你的翻译就要插在这个地方。好，妈咪那么多说人的帮助，要学阿美语哈，但是没有会哦，要学会哦，有没有？嗨，这个会没有翻到哈，因为这个是个关键哈。那这边呢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只是说要学阿美语，别人都说能帮助，要学阿美语别人都说能帮助，没有说会哦。
好，没有会哦，所以下面是比较难的，要学会阿美语，一定要学会阿美语，将来一定要学会阿美语，肯定将来一定要学会阿美语。啊，那你翻的应该就是只有在这里哈，就是这个一定要学会阿美语这个地方。啊，好，反正能够好，那你是用能够是不是？哎，能够啊，能够呢还不够，还不是会哈，嗨，还不是会哈。现在你先练习看看，就是说要学会阿美语，我们现在把它翻出来，要学会阿美语。要学会阿美语哦。哎，对，我们先把它翻出来，因为前面其实不是很重要，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会啊，就是会 Mavana aminanam tusuano bangsa. 啊，麻烦了哈，你要用麻烦了 Mavana 啊 aminanam tusuano bangsa. 啊。好，麻烦那当然是会了哈。嗯，那就说你要不要加麻烦那后面要不要加什么东西？会它其实就是已经是发生了，或者是学到一个程度了，有没有？弄呢？要加什么信息都吗？ ？Mavana tu aminanam 哦，Mavana tu 哦，可以麻烦那我后面要改哦，哦，加一个 tu 哦，麻烦那度，嗯然后呢不能咪咯， ，Aminanam Mavana tu nanaman 哦。哎， Mavana tu ananaman tusuano bangsa. 哎，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比较顺？有，好，就是因为哎这个是学会了，已经是会了，会了其实就是都啊，它已经是可以说是可以一段时间不用再学了啊，所以麻烦那都那们都说那种帮助，好，那这个肯定将来一定这个哈，就是那个并不是很重要哈，那我们真正的这个重要的就是学会，要学会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哈都没有主词，有没有？还有啊，没有主词哈。哎，好，那个品杰，我们现在把主词加进来。我学阿美语。 Minanam kaku tusuano bangsa. 啊，很好哈。好，打过哈。好，那个书写呢？你的要摆在哪里？我是用后面那句嘛。啊，没关系，都可。妈咪nam nam个孤独说努班扎。好，好，很好，好，这样没问题。那这个那个秀兰的呢？你的呢？如果麻烦那多那们多算了帮着。 Mavana tu ananaman aku tusuano bangsa. 也不能阿姑，哎，可以变成阿姑吗？你要用嘎姑。我要学会阿美语啊！我学会阿美语了啊！我学会阿美语。Mavana tu kaku aminanam tusuano bangsa. 你还是咪哈？麻烦那多嘎姑啊， nanaman. 用男们会比较好哈。哎，麻烦那对多嘎姑啊，那们都算了帮着好。哎，其实它就是摆在第二个位置了哈，摆在第二个位置哈。哎，那其实就是我这边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就是说哈，因为我们阿美语哈，是以格位标记为主哈，格位哈。那如果没有主词主格呢，它就是你用词组的概念去解释会比较好哈，会比较好啊。这个就是我要强调，就包括这个那们这个第二句，比如说要学会阿美语，那们过算鲁班扎，它就是句子咯。是阿美语要学，它就变成阿美语要学，阿美语就变主词了。因为孤是主格标记，算鲁班扎是主词，
阿美语要学，好，阿美语要学，好，那要学阿美语呢，就是比那么多说那么阿美no bangsa，马米那么多说no bangsa，哈，就是这样子哈。好，那如果你有空，你可以翻这个下面这个要学会阿美语了，一定要学会阿美语哈，好，自己练习哈。那我们这边就跳过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哈，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箴言哈，我觉得不错哈。它是在这个单任17章第9节哈，乌米苏赖米苏赖都巴达拉尊大卫伊乌kakaurahan no tamsaw o tsay pitawar ami enter to katarangay at maki o para sawartai to karawisang 啊，它的中文呢，你看它是分段的哈，当然它也分段。那这里面呢看不到主词哈，我们等一下来分析哈。但是我们看词组哈，词组它的词是怎么来的？就说它是无大物啊，无大物这个品节无大物这个词知道吗？无大物是什么意思？别人是别人，好，是别人，好，好，下一句呢？无奴大物是别人的，是属于别人的，那个奴就是属于哈，是别人，啊，是属于别人哈。好，我把德拉斯奴大物啊，我把德拉斯奴大物，就是这个，我慢慢把整个句子给它连起来哈。也不是句子哈。好，来那个朱贤，那个巴德拉斯知道吗？它的意思？过错是别人的过错，是属于别人哈，就是说是你属于最好别人的。你要把每一个字翻出来哈。那每一个字翻出来之后，你觉得不顺，你再调整适合中文的结构。好，所以我们翻译是这样子，你一定要把阿美语的那个语言结构说出来之后呢，你这样你说话哦，你才会顺，要不然你会变成是中文的结构哦。这个就是我强调的哦。好，那巴德拉其实就是偏差啦，或者是错误哈。偏差或错误哈。乌米苏鲁赖都巴德拉什么达乌伊那个这个单词，那个秀兰这个单词你会吗？米苏鲁赖。米苏鲁赖哈？什么啦？米苏鲁赖是老师我晓得的，米苏鲁赖原谅原谅别人说的话是吗？赦免。你不是马兰的吗？不是，我是男士。哎呦，哇，你是男士啊！好，可是你的音我听不出来是男士的。是哦。你都是在都市吗？哈。嗨。那就对了啊，那你的音就已经混合了。好，可以，蛮好。早就混合了。因为我真的听不出来你的音是男士的。好，米苏鲁赖就是去原谅的哈。去原谅去原谅什么？属于别人的过错。好，去原谅属于别人的过错呢？好，所以它是什么？遮掩人过的遮掩人过的就是这个意思。中文基本上还可以哈。那我们看下一句哈。好，乌担照，你看它下一句是什么？乌嘎嘎乌拉汉努担照，所以它是什么？乌担照先。乌努担照，然后再变成什么？它的词组是这样延伸的哈，是人，是属于人。乌嘎嘎拉汉努担照是属于人所喜爱的要爱的。嘎嘎乌拉汉乌拉是词根，乌拉是爱嘛喜欢哈。所以这边的这个翻译跟中文就有点误差了哈。他是说寻求仁爱。在这里呢，乌嘎嘎乌拉汉努担照，那个秀兰你会怎么翻这个？乌嘎嘎乌拉汉努担照，人所喜欢的。人们所喜欢，人所喜欢的。你看哈，当然这个嘎嘎乌拉汉是什么？喜欢啊，嘎嘎乌拉汉。将要喜欢的。乌拉汉没有问题吧？乌拉汉是什么？要爱，是不是？嘎乌拉汉。对，嘎乌拉汉要喜欢。
啊，要喜欢的，是不是？哎，嘎嘎乌拉汉将要喜欢的，可以吗？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你要翻成将要喜欢的哦，将要喜欢哦，是属于人将要喜欢的。好，这个翻译是这样子哦。啊，所以有时候老师，中文如果用哎寻求的话，可以吗？没有，就是他因为和他，你可以翻啊，你翻成寻求可以啊，寻求仁爱，好，你觉得可以吗？寻求仁爱跟乌嘎嘎乌拉汉努达不到，有点不一样哦。好，就是这个，老实讲，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哈。寻求就是寻求是什么？你给你，对啊，米吉林，哎，米吉林叫寻嘛，求呢？求，求，对很难讲呢。米林阿林米鲁我都乌拉汉努达不到哦，哦，米这不基里像哦，米龙我是都来弄谈到哦。米鲁我都乌拉汉努达不到哦。哦，他说寻求，他是这样子，这个人是什么？等在那里，这个翻译是不一样的。这个人等在那里，然后让别人来找他，来求他怎么样爱哦？可以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中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哦，所以跟阿妹是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哈，真的是哎，不一样哈。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一样哈。好，我们看是，下一句啊。好，好，我是 Mark。好，这边是我在比达瓦阿米因德都嘎达拉爱是 Mark 一哈。这我是 Mark 是 Mark，这 Mark 是事情，好事情或者是行为啊，事情或行为。我嘎达拉爱是 Mark 啊，是这个嘎达拉爱德朗是什么？德朗是旧的、过去的啊。过去的这边当然可能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过去的过失哈，过失嘛哈。好，哎，乌比达瓦多格登爱什么啊？所以你看用乌比达瓦的哈比，它应该是米达瓦的多格登爱什么啊？米达瓦的，可是它不用米，它用 b 啊。那因为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动词后面哈，动词后面不能说动词啊，在这里当然是动词哈，在这个屋的后面哈，呃，应该要去忘记怎么样过去的事情，是不是？旧的事情就是过去的事情嘛。好，应该要忘记，请忘记。好，比达瓦的多格当然什么？比达瓦的多格当然巴德拉什么达物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请忘记啊，请忘记。好，好，我只爱比达瓦了，你看又否定了，我只爱比达瓦了，没有忘记哦，好，没有忘记。好，那这边又你看，我只爱比达瓦了啊，米因德了。没的是生气，好，生气，气愤，好，愤怒，好，我在阿比达拉面的都个当然什么啊，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去忘记，好，在阿比达拉没有忘记啊，这或者是这个 in 的有点是恨哈，愤恨哈，别人这个就是旧的事情哈，过去的事情，好。好，那所以这个中文呢，可能有一点点差异哈。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它是个词组的概念哈，词组的概念哈。你前面都是乌啊，前面都是乌。好，还有一句哈，乌巴拉萨瓦赖，好，乌巴拉萨瓦赖读为上，乌巴拉萨瓦赖读嘎拉为上。好，巴拉萨瓦赖就是什么？浪费，啊，你会翻成浪费嗨，啊。好，沙瓦就是放弃了哈。使放弃，好，使成为放弃的，哈，放弃沙万丢掉，好，遗弃，好，也可以。那就是说，你看它的中文是什么？离间密友，啊，就是说他在朋友之间怎么样做挑拨，
当你做挑拨之后呢，就会变成什么？别人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也就是变成什么？放弃了，放弃跟别人成为朋友哈。巴拉萨瓦奈都嘎拉维让，就是嘎拉维让就是成为朋友哦，成为朋友，好，所以我巴拉萨瓦奈都维让，都嘎拉维让就是离间密友，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就是说，因为当你这个不想跟这个别人成为朋友，那就表示是有问题了哈，有问题，所以他用这个翻译哈，我觉得还可以了哈。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什么？都是乌哈，前面都是乌，好乌，好都是乌。好，我们输入来都把它从到一五个乌拉汉都当上，啊，就是说你会去原谅别人的这个偏差错误呢，别人会喜欢你啊，人就会喜欢你啊，好，人将要喜欢你，好，我在艾比达瓦的阿米恩德尔多格德拉奈什么？你没有去忘记这个愤怒，或者是别人的这个旧的事情呢，就是过失呢，乌巴拉沙瓦奈都格拉维上，你就是怎么样，就是放弃跟别人成为朋友，巴拉沙瓦塞啊，所以我这样解释，希望就是你们知道，就是说它是一个词，它怎么样扩张的哈。那这边呢都没有主词啊，都没有主词哈。好，好，我们看下半句哈。啊，anu kapuento tsai aswal ko citananga tamtau ikaga no piste to sumuot i maapai atamtau ko nikati put。好，它的中文是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将有责打内人100项哈。我们来看哈，kapuyen ko tamtau。它是一个句子，是不是？kapuyen ko tamtau，人怎么样？应当要去骂，要去责备。好，它是从最短的句子哈，它是这样子哦，嘎不应古当当，所以你要从人开始分哦，因为孤是不是？嘎不应古去当那当当，有智慧的人要去骂，嘎不应你可以说应当要骂，可以哈，好，阿努嘎不应古去当那当当这边就加一个阿努了哈，好，阿努，然后这边增加阿努了，好，就是说它增加的部分哈。你看它这个词组哈，鸡蛋的爱，它是当到就变成鸡蛋爱，鸡蛋的爱当到有智慧的人，好后面没有变哈，那这边就又加了嘎不愿读书啊，好，那嘎不愿读书过鸡蛋的爱当到用话去怎么样？那骂当然是要用话了哈，所以这是个词组哈，动词词组哈。嘎不愿多自在说了，好一句话，好一句话，那因为我们阿美的这个数词的概念比较弱哈，它自在就是一或者是一句的意思哈，都自在说了哈，所以它这个句子是这样扩张的哈，是这样扩张的就是说我这边就是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你的翻译一定要从主词开始翻嘎不愿过当到就人怎么样，应当要骂。搞不应过鸡蛋能爱当不到，有智慧的人应当要骂，搞不应过鸡蛋能爱当不到，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呢，搞不应但是这样子应该要骂那多说呢，多自在的说呢，就是话或者是一句话好，这个是翻译了哈，那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你看它是一句责备话。它的中文翻译叫一句责备话。那如果说按照这个结构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哈。如果说按照中文一句责备话的话，那个一句是这个主词主词好。可是我们的这个阿妹并不是哈，她还是人
那因为这里因为跟其他的这个意识它连接在一起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好，我们先很快的把这个说完哈。好，一个个咕尼个解不好，一个个咕尼个解不好。好，所以咕啊，这不就是有益处哈，有益处。好，一个个更高、更强、更有能力啊，一个个就是更有益处哈。它这里一个个咕尼个解不好，就是会更有益处。好，益处怎么样？会更多，好，会更多，好，那个尼嘎就是强调得益处，哈，尼嘎嘎诺当照顾尼嘎解波，更加得益处人会更得益处得益处人会更这还真的是不好翻哈。好，尼嘎这个不它是个主词哈。所以强调这个得益处呢，然后这个人就会更加的增加他的益处哈。好，一嘎嘎诺比斯蒂好，所以这边增加了哈，一嘎嘎诺当上哈。这边呢又增加什么？一嘎嘎诺一嘎嘎诺比斯蒂都当上好。责打哈，责打这边就是 be still 哈 ，be still 就是请责打哈，应该责打哈，应该责打人哈，就是为了要得益处呢，应该要责打人，而且怎么样强哈更加的哈，要更多的好，再来就是这边又再加什么？伊玛巴爱，伊玛阿巴爱哈，你看玛阿巴玛阿巴爱哈，阿爸就是在这里当然是指愚昧人哈玛阿巴就是说不出话的人哈，所以又增加了这个哈后面是后面又再加什么？都什么都什么就是100下了哈，100比斯蒂都什么就是责打100下哈，责打100下这边就是这个句子的扩张哈，句子的扩张，所以有时候一个个过尼个不得益处，真的得益处会是增加的，会更多真的得益处更增加好，一个个好，再来是增加了 no 当造哈 no b i s t 都当造no b i s t im 阿巴亚当造no b i s t 都什么 im 阿巴亚当造，它这个词组就是这样增加。那估呢都没变哈，估都是只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句子呢，它是以词组词组，所以这边要讲的是，你看词与词组跟简单句当然我现在是从阿美语翻译阿美语的翻译。那理论上呢，它这个段落应该是从这个旧约的话应该是希伯来语原文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再翻成这个阿美语翻成阿美语好，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句子或者是词组的扩张词组或者扩张。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看这个比较简单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binangan binangan 词根是 binang 那个那个品杰是你念一下第一句还有中文来。binangan ni ra taangai go zajiao，他习惯讲话很大声。好，所以你看这个是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口语他习惯讲话很大声，基本上意思是对的意思是对的，可是如果是按照句法结构是有误差的
啊，有误差的，好，所以这边呢应该是他哈，他的习惯哈，因为是尼拉是不是？好，尼拉是什么意思？那个品杰知道吗？他的啊，所以尼拉是他的哈，他的啊，好，好，他的习惯讲话很大声，好，或者他很习惯讲话很大声，好，可以，好，但是哈，我们先讲一下哈，这边的主词是什么？阿美语，那个品杰狗杂基要啊，姑就是主格标记，这叫就是什么？主词是不是？对，好，所以你看，达达安爱古扎叫是什么？讲话很大，好，讲话很大，它是个句子，好，如果说按照这个，当然你看他的习惯讲话很大声哈，他的习惯讲话，到这里，他就是应该是主词词组，好，应该是这样子，好，好，那我们来看下面哈，哪一句好比较好，我们看第二句好了，好看第二句，那个苏贤，哎，来你念第二句看看。 Upinangan nila tataangay ku zadya. 差别在哪里？我加了个多一个乌嘛，是不是？多一个乌，对，多了一个乌，所以比南岸它是什么词？名词，名词，对不对？所以一对，般来讲哈，我们的句子哈，第一个字不会出现名词，好，不会出现名词哈，一般啦，好，就是说可能我们要注意哈，啊，乌比南岸啊，乌比南岸你了，乌达达安爱古啊，乌比南岸你了，达达安爱古，这叫啊，比如说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哈，那个秀兰，哎，你念一下那个第三句来。 Upinangan nila ko tataangay at zajiao. 好，你可以理解这句的差别吗？哦，多了一个啊，多了一个啊，对不对？zajiao，可是有变哦，姑已经跑到前面了。嗨，对，好锅在那个答案的前面。对，好，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哈，讲话大声，它应该是主词，好，它就变成是主词了，是不是？是啊，讲话大声是他的习惯，哦，可以理解吗？先讲那个，讲话很大声那个哈，讲话大声是他的习惯。习惯啊，所以好，我们等一下再做比较哈，就这几个句子，哪一个会比较好哈？比较好哈，那个书贤，你再念最后一句来。好。Upinangan nila kuni at tataangay at zadya. 好，你可以翻吗？书贤，这个讲话很大声，是他的习惯。哎，对，这样就对了。就是说，其实我把它列成这样，就是让你知道哈，就是说主词在哪里？这个主词在这里哈，古扎教，啊，古扎教，好，啊，古达达安爱安扎教，好。古尼啊，达安爱安扎教，好。这一般来讲哈，我们哈很容易说话的时候哈，都是用第一句。比如你了达爱不知道这样说话的时候，就是一般口语大概都会这么说。可是以我们的记法结构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改成是第三句跟第四句。
第3句跟第4句啊，因为这个真正的动词是这个，好，真正的动词是无，好，比如说第3句哈，大声讲话是他的习惯，是他的习惯，好，这个大声讲话是这样大声的讲话，哈，你可以翻成这样大声的讲话是他的习惯，好，就是第4句，好。所以，如果按照记法结构，我就建议你要用第3句或第4句。好，那当然第1句跟第2句呢，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口语会这么说，哈。可是你这么说呢，真的你可能记法结构就会出现问题哈，好，这是大概稍微讲一些这个从阿美语翻成中文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开始哈，就是从单词哈，你在，好，你在，好，那个品杰，你在是我们能够你在，问，好，所以问，所以在你的认知呢，它是动词是吗？对哈，在中文它是动词，在英文它是动词，可是在阿美语它不是动词。好，你念一下这句看看。你在你嘎造古尼，你怎么翻？这是嘎造的问题。问题是不是？所以那个你在寻是名词还是动词？名词。名词哦，所以你记住哦，你在是名词，并不是动词。那它怎么样变成动词？你在，对，好，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字典有很大的问题都在这里，包括千词表有很多的问题都在这里，很多的动词呢，并不是动词，必须要加词缀。当然有的有加有的没有加所以很多学生背了千词表也是白背没有用好，那你比如说我要问嘎造，你怎么说？我要问嘎造。你在嘎过几个早晚？好，很好哈，这个品杰这个很好哈，你在几早晚，好，这个是最简单的记法结构哈，嘎固主词我咪，它就变动词了，去问谁呢？鸡，好，鸡加按，后面加按，它就变受格，它就是被问的对象。我问嘎造我去问嘎造，好，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记法结构哈，最简单好，比如说我们再增加了那个品杰哈，我昨天去问嘎造。哪里在嘎过几个早伊那吉拉？好，这个就是问题了哈。好，我们先把它写下来哈。要加抖吗？哪里在抖？没关系哈。这个问题很大哦。我们等一下先听一下那个。哪里在阿哥？等一下哈，你不要急哈。你能说出这样子已经不错了哈。伊那吉拉是不是？伊那吉拉哈。好，那个我看一下还有谁在线上出现品杰，比较那么多人，那个谁上线了吗？一休跟那个一休上线了吗？好像都没来，那个什么佩云呢？也没有。还有那个约翰没有？有这3个，都没有有来了约翰有约翰来了，约翰。有，好，马里在嘎古吉嘎泽万尼那吉拉是什么意思？昨天我请教过嘎造了。哇，
昨天我请教过嘎造了是吗？嗯，哦，好，那秀兰呢？秀兰你怎么翻？对啊，马里在啊，估计跟这一样嘿。不是阿顾，是嘎顾哦。马里在啊，马里在嘎古，马里在嘎古吉嘎早问伊南吉了。对吗？昨天我问了嘎早。哇，好，这边就是很大的问题哈。这个句子哈不能用吗？如果是马里在是什么意思？被问，被问，问对。被问哦，我被问哦。那个品杰知道吗？知道。好，就说我这边就顺便教你哈，如果这个词本身是动词加吗的话，它就会变成被。你记住，如果本身这个词有动词的词性，然后加吗的话，它就变成被，变成被问。比如说感恩叫什么？品杰，吃感恩是吃吃，对不对？那马对感恩就变什么？被吃。被吃哦。所以你记住哈，如果它本身有动词的词性加吗的话，它就变成是被。就像马里在，我被问，所以这个句子就错了吧，对不对？你怎么修改？怎么修改？阿哥变阿哥。对，但是我还是主动者哦。如果是阿顾的话就不是喽。所以你还是什么？好，那米里在。好，可以拿迷离在可以，其实用迷离在就可以了哈。米粒在读，迷离在就可以了啊。好，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什么？伊那吉拉。好，迷离在个国际刚才问伊那吉拉，它必须要加时间必须要加这个发生过的时间。好，可以理解吗？那个品杰，可以。这个可以摆在哪里？可以摆在这里，看到没有？迷离在伊那吉拉个国际刚才问，可不可以？没有问题。而且你这样理解会比较容易理解。昨天去问是不是？昨天去问，那不是问过了吗？那当然加都也没有问题啊，加都米粒在都，你拿几两个国际3万也没有问题啊，加都。当然重点是在那里，你讲时间。如果你没有讲时间呢，一定要加都就是问过了所以这边呢，这边这个度如果有度，那个伊纳吉拉可以省不用强调因为已经是问过了所以我这边要讲的是什么？这个后面的词缀后面的词缀我来改一下，顺便提一下了因为这个目前可能也没有人讲后面的词缀的这个层次层次比前面词缀还强，也就是说，不管你前面是什么词缀，后面加了词缀，它就推翻前面的词缀，它就可能变成完成了，或者变成动词，变成名词，或者变成什么词。苏显这个听得懂吗？听得懂。听懂好，就是说我们后面后词缀的功能比前词缀还要强，也就是可以推翻前面的词缀的功能。好，当然它还是保持那个词性，没有错。那马里在嘎过呢，就是我被问了，所以后面就不通了。好，那个品杰马里在嘎过后面的话要怎么改？不能马里去改到阿哥几个照。好，所以马里在阿过几个照，好是什么意思？你要怎么翻？个照被我问。马里在阿古吉嘎照伊那吉了昨天是不是？
对，好，昨天嘎造给我问。好，就是说我们这个哈，就是你现在知道了哈，就是说如果它有动词的词性加妈，它才会变成被，不是所有的妈都是被哈。好，好，这个就过去了哈，我们看下一个哈。好，好，这边加咪了哈，来那个这个应该对你没有问题哈，那个淑贤来。嗨，这句来念一下，先念，咪哩在一个做独立在，个你怎么翻？做问题，问问题。啊、所以那个离在就叫问题，是不是？所以我这边要强调是什么？离在它就是问，它其实是名词啊啊，它它其实是问题，说它是问的什么什么啊？好，迷离在即高照独立在哈，当然就是我们说话大概不会这么说哈。好，高照去问问题哈。好，那好，我们继续往下好了。啊，这个比较简单的哈，那个来，那个品杰，来你念一下，你知影你嘎造古星系宁啦，怎么翻？嘎造的老师被他问问题。哦，不好，啊，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哈，翻译的问题哈，你要先翻主词，他的老师被嘎造问问题。好，你看就会变成背了哈。好，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好了哈，等一下再解释，我们先看一下哈。好，你在你刚才古星系你怎么翻？老师被嘎造问问题。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哈普遍的问题哈。你认为这两句哪一个比较好？都好。都好啊。嗯，书写呢？是应该第一个吧？第一个，为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就你比较为什么？知道是哪一个老师。啊，谁的老师是不是？哦，你那个书写，我跟你讲，这个非常重要哦。哦，你在嗯那个古星系是什么意思？这个古星系是什么？所有的老师哦，嗯没有不知道是哪一个老师哦，所以后面一定要哦加谁的。哦，星系阿固、星系宁了、星系一术、星系努米大。啊，它是限定的，你不能估星系。好，好像我们讲估维纳，那就完蛋了。估维纳是什么？所有人的妈妈哦，哦，就是我妈。泛指所有的老师这样。对，所以我们在文章上面出现的频率非常多哦，在9节教材很多哦，真的哦。后面一定要加谁的，好，谁的那个句子结构才是准确的啊。老师当然，是不是如果把孤妮阿星系这样也可以，就是哎，没有问题，就指这定是一步谁这样？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呢是不是？这个呢是什么意思？这个呢是什么意思？那个品杰，属于。对，是不是？哎，你看这个呢，看到没有？古尼二星系就没有问题了。你在你知道古尼二星系啊？这位老师怎么样？打造要问，所以那个品杰你不能翻成背，要问。好，第一句哈，你在你知道古星系您了啊？他的老师打造要问，可以理解吗？打可以。造要问，你不能是被问哦，不行哦，因为它不是被动式。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教法，特别是八开头的，他们也会翻成被动式哦，很麻烦哦。你看我的翻译哈，你在你嘎照顾星期零了啊，他的老师嘎照要问，好，你在你嘎照顾星期，老师嘎照要问，老师是哪一个老师？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加什么零了比较好。好，你在你嘎照顾你要星期，这位老师嘎照要问，你在要问，好，这样的翻译就准确了哈。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哈。好，这边是比例在的了哈，比例在比例在公爱都哈过爱过在努力力哈。那我们这样子，那个苏贤，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休息到10分好了，没关系。好，我们休8息到点10分。 10分的话，我们再上来哈。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哈。好，谢谢老师。约翰在吗？有在。好，这一句你念一下看看。好，等一下我放大一下。看不出来。哇，你在手机看哦？没有，电脑。比利在公爱多，国爱国在努力力。好，你先翻看看。这个价钱最好先问一下，多少钱？好，所以他真正的主词是哪一个？阿扎努尼尼，是不是？所以可是前面又多一个姑，有没有？对。我们这种句子出现很多哦。你看这边有个姑，看到没有？有。这边有个姑，那我们的知道就是姑，它就是主格标记。那这边好，这就麻烦哈。好，你的翻译是对的哈，属于这个价钱是多少？最好先问，对不对？对。你的翻译是不是这样子？对。好，这样的话中文才会顺哈，才会顺。好，比例在就是应该去问，请问，好，请问比例在我爱应该是这样子哈，哈迪尼哈。如果是这样子哈，这个不要。好，来那个约翰，你再念一下。比利在公爱，我哈国爱我在努力力。意思有没有差别？没什么差别。可是句法就对了哦。好，老师如果说那个公爱后面我加一个 I 呢，比利在公爱我哈国爱我在努力力，这样子会不会比较顺一点点？可以啊，更好啊，这个就更口语啊。好，没有问题啊。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它应该要分成2个句子的话，记法结构就没有错误了啊。如果这个乌改成都呢，那就不好解释了，不好解释哈。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说哈，比例在公爱哈先去问比较好，是不是？对。这个价格是多少钱？是多少？这样的话当然是分段了哈，就是这个句子已经分开了哈。当然我们也可以整合成一个句子啊。那我们这边要问的是比例在比例在用 B 所以你比例在公爱你的翻译是说先去问你看先你看先就是说你看它 B 其实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要改成 me 呢，比例在呢？要去问
我改成咪，你后面怎么变？比例在跟爱一，不，米粒在，就是你就这样米粒在，你后面是不是要改了？嗯，要怎么改？比例在跟爱，嗯，比例在跟爱一，我好过爱过，啊，这努尼尼差不多，差不多啊。嗯，米粒在公爱，那你觉得哪一个好？一，就是说啊，你知道 B 比较好，那为什么它的好在哪里？因为他解释就是要先去问，好，嗯，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可能没有办法翻成是先的那个意思了哈。它这个 B 就是应当，好，应当去问，好，应当去问会比较好。那口语呢，就国语就翻成先去问，先问比较好。好，那其实它是应当的意思哦，应该或者是请的意思哦。那个 B 哈，你记住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哈。好，另外就是阿扎努尼尼属于这个的价格啊，阿扎努尼尼它是主词哈，阿扎努尼尼属于这个的价格是多少？还挂碍，好，那个品杰这个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哈，好，那我们就跳过了哈。好，再来哈，这个秀兰，哎，来，你念一下这句来。有比你知影你较早一班的信息，你会怎么翻？班内信息是较早要问的老师。要问的班内对象信息是不是？哎询问处比利扎样。哎好，我们现在讲了哈，比利扎样跟这个所以比利扎样你会翻成什么？比你知影被问的啊，被问了哎，要问的啦，要问的老师。啊，好，去问的地方了哈，去问的对象了哈。好，这边就是什么？基巴奈星系哈，基这边就是主词哈。是基巴奈哈，所以这个基呢是主格标记哈。嗯，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呢是邻属格标记。哈，邻属格标记。巴奈星系哈是属于嘎造要问的一个对象。好，对象。问的人也可以哈，因为案也可以说是人，好，也可以是人哦。好，好，这个就跳过了哈。老师，因为我们可能有讲过问题。请说。老师，那个比例怎样的地点时间？可以。如果是用米粒怎样？咪哦，用咪哦。你或你。好。因为比例怎样不是时间地点吗？没有，不一定，你要看句子哈。好，米里怎样哈？米里怎样就变成或者是你里怎样哈，都可以。这个就变成是你所问的问题，你要问的问题，可以理解吗？那米粒怎样？对，要问的问题，或者你里怎样所问的问题。所以它是问题，并不是对象。好，可以理解吗？可以。这个应该后面还会出现哈，还会出现。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哈。好，这那个个我查那个蔡中涵的字典，他有问的对象，也有哈，就是那个蔡中涵的字典的例句，米里摘样，这样是吗？那个咪，他好像有咪问，他好像有问的对象的例句。好，你整句说一下。他写米里摘样阿狗
果娃娃一束。啊，米利在样啊，不娃娃数。好，我所问的，是不是？他写我问过你的孩子了。所以应该就是问题啊，因为什么？娃娃一数，这边有说明嘛？好，你的孩子我问过了，可以理解吗？他的翻译，我的翻译是这样子：娃娃一数，你的孩子我问过了，米利那这在样，样不是问的对象吗？我问过了，就是说啊，就是说哈，记住哈，就是说可以是对象，但是呢，它主要是讲事情啊，讲事情。好，咪跟呢呢，哈，基本上它是指主要大概是讲事情，就是按呢，如果说是时间或地点的话，可能是 B 哈 B 或加好按好加啊，大概是讲时间或地点啊。按呢其实没有你们想的这么简单哈。按呢它很复杂啊，它很复杂，它可以是时间，可以是地点，可以是人，也可以讲事情、事件。好，可以理解吗？好，我先这么解答哈，要不然这个拖太久哈。好，再来那个干燥，来换你了。啊，不是干燥，那个，约翰，我哎，哎，Pabilitayan ni kacau cipanai cisingsian tulitai na kacau。巴比利在运，不是巴比利在样哦。哦，Pabilitayan ni kacau cipanai cisingsian tulitai na kacau。你可以翻吗？翻得出来吗？kacau 他巴奈，把奈没办法，好难啊。可以了，你应该翻得出来。Pabilitayan ni kacau像把奈。改造托把奈去向老师问改造他们的问题。对，这样就对了。好，好，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哈，这个巴比利在运这个，哈，这个巴比的意思哈，就是借着这个第三者哈，第三者去问哈，就是改造叫巴奈去问老师，好。改造叫巴奈，所以你看巴奈是主词哦，因为去问的是谁？巴奈，被问的是谁？行系，有没有？问的是巴奈，被问的是谁？行系。问什么东西？独立在哪？改造他们的问题，是不是？对。好，但是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动词哦，看到没有？摁。好，这边是这个是呢是单数，这个呢是复数，好，就变成改造他们。好，这个品杰可以吗？可以。可以哈，数学应该没有问题哈。老师，那个形系为什么要用基按呢？不能用读形系？可以，如果是读形系的，就是我讲的，它是什么？整个。所以其如果实基按的话就是读形系阿固的话可以，读形系阿固后面一定要加谁的。所以要指定。
对，指就是说定，我跟你讲，这个在文章上面错误率非常高哦，这个问题很多哦。我看到很多的文章都有出现这个错误哦，特别是在9阶里面很多哦，都用 do 哦。好，我这边会教，就是让你知道说，如果是 do 可以，后面一定要加谁的，行西阿固，行西宁了，行西宁嘎造，如果用 do 的话，不是不可以，如果是基案的话呢，就没有问题，它就是受格标记，没问题哈。好，了解，谢谢。好，另外就是这个感恩感恩就是你可能会看见这个2种写法哈，大概我都会加这个了哈，因为这个喉舌音呢，它并不是它只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符号，然后它有轻重音它也不是只有轻重音这么简单哈，它有轻的非常轻的，还有停顿它有分割的意思，也就是说2根母音是要分开念的，啊跟是要分开念的所以我大概都会这么写我不会写后面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字呢还不是很规范好，那感恩也是一样，感恩是名词，吃的什么它是名词，它不是副词很麻烦。如果在英文或什么呢，吃的什么什么吃的程度，吃的速度，吃的什么它就变成不是我们阿妹的名词了，就很麻烦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感恩你在句子上去显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离在，我从离在一个词离在变成迷离在，然后这样子你自己去造句自己去造句自己练习就是说我们很多阿美语呢它并不是动词，它是属于名词然后加词缀之后它才变动词这个词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包括拉嘎拉嘎也是这种词特别多它都是名词并不是动词它加词缀之后才变动词才变动词我这边列一下好，我们继续往下可能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翻成这个阿美语了国语翻成阿美语好，比如说这个约翰来第33周年。Sakaturu-puru ila kuturu amihitsaan. 好，第33周年你要不要再加？你只有沙嘎是不是？对，那个多少？沙嘎Sakaturu-puru. 嘟噜布噜，ila 沙嘎嘟噜布噜， kuturu 然后呢？ ila kuturu 你的古嘟噜 amihitsaan. 米和扎米和扎好，理论上就是说萨嘎波罗萨嘎多罗波罗伊拉古多罗米和扎30周年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好，比如说我们继续讲我参加第33周年的怎么会议好了，那个约翰有我把它打上来我第33周年的会议没关系好，没问题。好，你怎么加misaupu kakuto sakaturu-puru 你用 ila 找 kuturu amihitsaan pakaiki
米沙欧布，好，米沙欧布嘎固是吗？对布是吗？对，都多鲁波鲁伊拉古那个多多鲁啊，鲁布鲁，三，对，然后呢？啊该记，好啊，该记哈，好，没有问题哈。好，米沙欧布哈，就是说你是用米沙欧布是吗？没有问题哈，米沙欧布。有时候米所以你少布，有时候米嘎布，我觉得你用米嘎布的会比较好。米沙欧布就是你要什么？你要召集，嗯，你要召集第33周年的会议啊，可以理解吗？了解，米沙欧布嘎布就是我要召集哦，我要召集开这个会哦，不是参加哦，你是主持人、主导人哦。好，嗯，所以要用米嘎布会比较好哈。当然每个方言不一样哈，就是有可能是有的方言它不用米嘎布哈。好，直接可以米三个啊，也可以哈。好，那这个这边就是很简单的哈，嘎固对不对？好嘎固没有问题。好，米嘎布好参加好都好参加什么第33周年的参加会议是不是？对，参加会议，参加什么会议？第33周年的会议哈。所以你看它是米嘎布嘎固都该记米嘎布嘎固都该记哈。然后是你这边是用都了哈，用都哈。米嘎布嘎固都萨嘎多鲁波罗伊拉古多鲁那些按该记哈。好，没有问题哈。好，这个是第33周年哈。比如说我再改哈，那个约翰哈，好，我参加了我参加了第33次周年的会议。参加了第33次米少布嘎古多该记都多鲁布鲁，怪怪的。不用周年了，第33次的会议哈。我参加了第33次的会议，就不用再按了。那怎么换？米少布嘎古多该记都多鲁布鲁，这样子。多罗波罗第33次哦。萨嘎多鲁布鲁，伊拉古多鲁该记。好，可以哈，重来，这样也是可以。米少布嘎古多该记都萨嘎多鲁布鲁，伊拉古多鲁。好，应该是可以了哈。好，你还是习惯用米沙欧布了哈。好，我给他改一下哈，都该记是不是？如果是第33次，你会怎么翻哈？萨嘎多鲁布鲁，伊拉古多鲁。次哦，你是只有第33哦，并不是次哦。不知道。是萨格基纳吗？好，这个就是沙基那多鲁伊拉
古都路，好，要萨基纳都路哈。那个约翰，好，领导哈，萨基纳都有路波罗伊拉古都路才是第33次哈。好，就是这个萨嘎是系数词，是第一次啊，萨嘎之战，萨嘎多萨啊，可以。那后面加个次就要变成是萨基纳哈，萨基纳。好，这个词缀可能你要练习一下哈。好，OK， 好，下一个好比较简单哈。那个品杰，你发在爱多付税啊，几盖。好，我们先把它写下来哈。米发在爱哈，你是用米发在爱是吗？对。付税好啊，几盖好，很好。好，我们先那个问一下那个苏贤，你会怎么翻？我其实跟他你会怎么翻？翻译，我跟他一样哈。翻译一样，我只是理过而已。好，没有关系，好，你过好。米发在爱多利过阿基盖是吗？好，好，那个约翰，你会怎么翻？沙比发炸，好，你再说一下。沙比发炸，沙比发炸，多利过多利过阿基盖。阿基盖。好，可以哈。好，那个约翰，你会怎么翻？我两个，一个是苏贤讲的，另外一个是达法扎安多利贵。你是什么沙还是达巴？法扎安多利贵。哦，对，达，对。好，那个秀兰呢？你会怎么翻？都一样嘞。沙比巴扎阿里过哦，沙比巴扎阿里过阿吉盖啊，好，都一样哎。好，这个是这样子哈。嗯，当然这个解释应该是 OK 了哈。好，那我们讲洗衣哈，洗衣服哈，洗衣服只能用发炸这个词哈，这是对的哈，是对的哈，发炸。好，所以我们的洗很麻烦哈，我们洗衣服跟洗什么都不一样哈，所以我们阿美族是最喜欢干净的哈。我曾经讲过这个单词啊，就是光洗而已哈，很多词都不一样哈。好，因为洗衣机怎么样？洗衣机它自己不会动作。那个品杰是洗衣机怎么样？它自己不会做，是不是？它必须要怎么样？被使用。对，它必须要被操作，是不是？所以就不能，就是这个句子是对的，但是这我们的认知是错的，就是在阿美语的认知的话，它就是错误的啊。如果说是米发在爱，米发在爱，古拉基盖杜福瑞，那可以哦，因为那个机器正在洗衣服，啊，米发爱古拉基盖杜福瑞哈，因为你看见什么？那个机器怎么样？正在洗衣服，是不是？米发在爱，可以理解吗？那个品杰，可以。好，所以这边你看它为什么要杀，要用搭啊？概念在这里哈，杀是方法，好，或者是工具。这个搭呢本身是一个当做的意思，这个搭，好，好，当然这个机盖哈，机盖就是机器了哈，所以这边呢应该是沙比发扎多利过阿机盖，沙发扎安多利过。哦，可以，这个两句是可以哈，这个两句啊，这个两句洗衣机，所以我们阿美语很麻烦哦，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翻译哈。当然还有别种说法哈，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个哈。好，好，再来洗衣店。来，那个品杰可以吗？你先。必发在暗多付税，必发在暗对哈。好，那个书写呢？可以吗？嗯，好像一样。一样哈。好啊，那老师，个那个配音有来了。配音来了。好，没关系，等一下再问他哈。来，那个约翰，你会怎么说？发在按多利过收费。好，八你是八哈？哒哒哒哒你是哒哒八哈？哒。你喜欢用八呢哈？是的。发在按多利过收费。收费哈。好 ，OK。啊，你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店翻出来了哈。好，所以其实这个案呢，其实就是一个地方了哈。那如果说地方的话，不一定是店啊，就是按照我们的阿美语的理解呢，案呢，它虽然是个地方呢，地方不一定是店哈，就是说它要加这个修费呢，当然是没有问题哈，是更好和更精准哈。好，重点就是说B 为什么是 B 发在案？比方在案可以说是这个地方哈，去洗去洗衣服的地方哈，当做或者是应当哈。那搭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搭有这个功能在的意思哈，当做会翻成当做洗的好，我看那个佩云有没有别的想法？佩云，第八发在案就好了。起点还第八发在案，好，它就是一个词就可以了哈。它为什么是八哈？它其实是什么？八发炸。八发炸看用哪个字比较好？好，这个可以。好，它是 B 跟 on 就是表示是这个地点。好，那八发炸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词缀哈，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八发炸就是提供洗的，提供洗，使得洗，所以这个词就可以了。所以八发炸案可以说是洗衣店了。好，当然也可以加什么修饭，好，可以 ，DM 也可以哈。因为我们讲这个发炸是什么？那个品杰，你知道发炸的意思吗？洗它是洗，但是叫洗衣服。好，发炸的意思就是只能是洗布料了哈，洗布料了哈，不能说是衣服，洗布料哈。所以这个词呢，就后面这个都可以不用哈，就说离过付税因为发炸只能是洗衣服你不能说米烧烧米闹闹不行好这个概念就是可能你要理解一下哈。那 B 八发炸案这个是很好的哦，就是它就是一个词这个就是我们的构词法最好用。当然用词组不是不对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词组，也可以用什么词，就是我讲的词可以用词，也可以用什么词组说我们现在呢，理论上就是说我们
词组用词，也就是需要用什么词缀？好，用词缀的这个概念已经比较薄弱了哈，比较薄弱了哈，大概都是偏向词组哈，比较多哈，比较多。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老师洗鞋子要用哪个字啊，洗鞋子哈，可能米稍稍会比较好。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发炸可能是应用在布料哈，布料都可以哈，布料。那因为鞋子呢，它在古代呢，它并不是布的啊，就是现代是有了，所以应该是用米稍稍、米沙稍都可以哈，比较合适。可能用米发炸不行，好，所以发炸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揉的，可以折叠的，可以搓，啊，它是这个意思哈。老师，洗米的话嘞，洗米少少啊，就是用少少哈。啊，哦，好。你们应该可以用，米闹闹也可以啊。我们是讲米书报，米闹温的什么？米书报的，米书报的。书报啊，你们是用书报哈。哎对了，你们的单词我真的是好难识的哈。好 ，OK， 好，下一个哈，来这个请勿吃东西，来那个佩云，来，请勿吃东西，你怎么翻？Agak kumaan. 阿嘎古马然后呢？没有说完。Kakaanan. Agak kumaan tu kakaanan. 对，啊，这说话上，阿嘎嘎古马就是不要吃，不能吃，是不是？禁止吃。好，阿嘎嘎古马阿嘎嘎古马都mana都嘎嘎嫩。好，阿嘎嘎古马都嘎嘎嫩哈。好，嘎嘎嫩就是食物了哈，吃的东西哈。所以这边是一个好吃，好吃，古马哈。那如果说这个这边我再讲一下哈。基本上的这个都是否定哈，否定阿嘎，但是这个否定呢，我都翻成禁止哈，禁止哈。那一般来讲猪啊嘎，猪啊嘎，我的方言可能是哀嘎哈。就是这个基本上它的否定一定后面的这个词上面要衔接什么嘎跟 b 哈，嘎跟 b 好。阿嘎嘎古曼安多嘎嘎嫩哈，没有问题了哈，请勿吃东西哈，请勿吃东西。好，那个佩云哈，你的中文我老是记不住哈，佩云。请勿在车上吃东西。Agak kumaan tu kakaanan. 对下。好，一度下哈。好。度下是日本介词哈，阿妹的你有没有会的？阿妹的车是怎么说？巴黎令吗？巴黎令哈，巴黎令哈。好，这样就对了，就是我们有巴黎令，我们就用巴黎令哈。好 ，OK。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再把这一句讲完好了，这一句讲完哈。好，出租汽车哈，出租汽车哈。好，那个淑贤可以练习一下。好难的。机车怎么说？
读快，读快，对，autofine 哈，autofine，它就是 auto 八 fine 扎六读读快， auto fine。好，八扎六读836哈，836autofine。好，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哈。那836是什么意思？给借扎六是什么？借，借好，那你翻成给借是不是？对啊，好，你这个8哈，你最好是翻成什么？供应、提供。哦，让借，对，供应，不是供应就是提供，是不是？8大概有这几个意思在哈，供应、让、把、使得哈，所以836是什么？供应借的，是不是？提供借的，提供借什么？摩托车就出租，好，好，有没有别的那个老师，我这边有这样，不晓可不可以哦？爸爸在里问多多拜，爸爸在里问多多拜？836万是不是爸爸在里问，爸爸在里问？6万多多拜多万，好，836万多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了哈。就是它就变成是你这个就是将要提供好出借摩托车的也是可以了哈。836万，它就变成是什么地方了？好，对，哎，就变成是地方了哈。啊，所以你这个就是什么店了，是不是？嘿，出租摩托车的店。对，啊，爸爸在那里问现在呢就是出租机车而已，836的 autofine 是不是？它的翻译是对的哈。好，那个佩云有没有别的想法？好爱，好吧，哦，好，所以836这个词很好哦，好，如果是336呢？那个应该不一样，那个谁约翰，你会用搭吗？我用八，啊，你这次是用8了，不用搭。不用八836万可以吗？836万autofine 啊，可以啊。836万多 autofine 836万autofine 可以吗？ autofine 可以，可以啊，嗯你觉得可以哈？嗯，因为这个搭哈，其实如果是沙也不是问题哦。啊，好，这个搭就是什么？当做好，这个沙呢，也可以说是方法或者是什么工具，哈，其实都通用哈。那它的重点就是扎六这个词哈，重点就是那八扎六大概比较通用哈，八扎六八扎六后八扎六后多多快这个摩托车先借我八扎六比较通用比较通用好。那我们这个后面呢，大概会继续了哈，就是这个什么请系安全带了哈。如果你可以自己练习翻哈，我不知道那个苏贤你们有发给他们吗？有传到那个 FB，他们应该可以自己下载嘛，对不对？对，对，就是说你自己下载，你就可以先做哈。那个特别是那个品杰哈，还有那个佩云，那个约翰哈，就是你们可以自己练习翻哈。说我们主要是讨论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单词不太一样我只能替你把关，就是说可能这个结构合不合适，
要加什么词缀会比较合适？大概我能把关的大概在这里啊，就是说因为每一个方言的单词确实是不太一样哈。那我这边所学的大概就是通用型的单词，通用型就是大概大家都听得懂的，以大家听得懂的为主哈。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看看这边我们前面所讲的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讨论的，或者是我讲的不够清楚的哈，可以大家再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就先讲到这个第5就好了哈。就是说你自己可以练习，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词组然后它要变成句子，那变成句子它就是什么？要加人了我啦、他啦、你啦、我们啦或者是什么啦老师，老师，这个可不可以变成说咋咋哩问，可以吗？咋咋哩问。咋咋哩问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意思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意思吗？咋咋哩问多多拜。咋咋哩问就不能是都了。那应该是什么？咋咋哩问奥多拜，咋咋哩问奥多拜。我准备要借的什么？奥多拜。对，咋咋哩问是这个意思。咋咋哩问奥多拜。这个是我准备要借的摩托车。不是出租的哈。对，你也不能说，因为如果是出租的话呢，它有点是就是它是供应的。那咋咋哩问就是说你家隔壁是不是？你们是亲戚，他不会跟你收钱吧？不会啦，暂时借。跟他借嘛。暂时借应该是可以。他有这个常常的意思在，那个咋咋哩。他有经常的意思。好，那你经常借，那肯定是自己熟人嘛，是不是？所以咋咋哩问，咋咋哩问有多快我觉得不顺。好，咋咋哩问有多快比较顺。咋咋哩问有多快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个正式学员呢，我有把 LINE ID 有传上去，加我的 LINE， 然后我帮你们设一个群组，可以传资料这样。好，那个书写这个部分就你来做了了。对，你们就加我，然后传你们的名字给我，就帮你们设一个群组。好，可以了。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今天上课就过年了哈，所以我现在在台东了，所以你看我这个背后是个墙壁哈，因为我们家这里信号不太好，所以我现在是在外面哈，在外面好，那你们可能是在家哈，在家里面，那我在外面，那因为我们这里乡下信号不太好，所以必须到外面还好，还蛮亮的哈，那大家也辛苦了哈，那我们现在上第2次，我们后面还有。反正资料真的是教不完的，特别是翻译哈。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词跟词组的概念哈很重要，因为这个牵扯到翻译，因为我们很多单词是没有的，必须要透过什么词组去附加。如果不是词组呢，就像要用词缀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洗衣机洗衣机。不是洗衣机，这个洗衣店，洗衣店，好，洗衣店，这些都对哈，非发自按度不对，大发自按度力过修翻都可以，但是最好的是这个，非发自按，最好的就是我认为了哈，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变什么颜色？好，因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牵扯到词缀的应用词缀，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词缀的应用比较薄弱比较薄弱大概都是用词组。那因为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应用呢，也比较偏向词组的概念去发展，偏向词组的概念去发展哈。所以词缀的部分呢，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阿密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哈。因为我们是黏着语嘛哈，靠这个词缀去附加来延伸这个单词哈。好，这边好吧，就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了哈。那就是下次的话，我们就是2月嘛哈，2月几号去了？喂2月我看呢，2月1号啊，2月1号这么快？2月1号就上课。好，2月1号好像还在过年的样子哈，感觉了。好，那就是2月1号了哈。30号就上课，对，2月1号，大概2月大概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上课了哈。哎呀，好，大家辛苦了。那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在这个群组里面哈，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透过这个书贤这边哈，如果他有拉到那个群组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群组里面聊天，或者是当然这边也有认识我的人哈，不多哈。好，希望我们能够彼此交流哈，彼此交流，然后翻译这个功课确实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翻译哈，我们的认证也是翻译啊，这些老师都是从中文翻成阿美语的，然后翻成不同的方言中文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只有阿美族哦，是40几个方言都一样所以翻译现在是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新闻大概都是翻译好。希望大家能够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朝向翻译的一个